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0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9开始访问亚洲的行程。不过，在出发之前，佩洛西犹原唔讲家己敢会来台湾，敢若讲心情是真欢喜。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佩洛西已经坐专机出发，头一站会去倒一个国家，国际拢真关心。那咱外交部同款是无评论。 I don't ever talk about my travel because, as some of you know, it's a security issue. 搁再古早讲到出访的计划，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毋是访问台湾，正做国际焦点。美国媒体报道，以美国时间29就要展开亚洲行。佩洛西在例行记者会上，伊原是无讲，只是表示对亚太地区的重视，甲太平洋看作是家庭的一部分。也不过交锋倒一寡国家是保密，拢无讲过一句。 I'm very excited. Should we go to the countries that you'll be hearing about along the way about how the conversations we have now. 根据媒体报道，佩洛西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甲新加坡，台湾是列做暂定行程，是毋是会来充满变数？尤其中国已经多摆来抗议，讲要推出军事行动。 正伫台湾访问的日本前防卫大臣众议员石破茂讲，虽然无法度评论佩洛西的行程，不过认为中国施压造成区域不安。この地域において不安定、そういうのを増長するような行いは、私はこの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にとって決して好ましいことだとは考えておりません。個人の感想でございます。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佩洛西斯尼亚议员访问团坐专机已经出发，不过到这个为止，拢还无到头一个访问国的消息。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欢迎国际朋友来访。外交部是搁再讲无评论。记者综合报道。佩洛西出访亚洲，中国就随伫福建平潭附近的水域实弹演练，针对佩洛西示威的意思就真明显啊。 面对中国这边酷酷呛声，有专家建议美国派 F-22战机保护佩洛西来台北的松山机场。专机若到台湾的空隙，则换咱国的 F-16战机去甲接。 佩洛西展开亚洲行的敏感时刻，中国福建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三走伫平潭附近水域执行实弹射击训练。这个地点当时台湾海峡上下所在，上瓦确认着示威意识真高。为了安全考量，美国有专家建议由美军 F-22战机中队护送佩洛西到台北的松山机场。 美国军队就是在遂行这种要员防护，也就是 VIP 的护航，是卓有经验的。从北边接近台湾，就是从日本来。那如果从东边过来，那可能就是从夏威夷或旧金山一路跨越太平洋进来。所以这两个航线，美军都有这个。 就是驻日的空军部队可以进行护航。苏志芬表示，乌克兰基地 F-22是上好的护卫选择，有集中功能，就近支援到台湾领空，会当阁由台湾 F-16也是幻想战机盘飞，不过中国军机也可能盘飞，研判进入咱国领空的几率不大，因为这是严重的假数。That if Speaker Pelosi tries to go to Taiwan, her plane could be shot down. Does the president have a response to that? The rhetoric that we're hearing from China. But as it relates to the speaker's travels, it's something that we're just not going to speak to. 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瓜比对媒体表示，目前无看到中国将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证据。前外交部长林建仁分析，中国一直放话，更加可能加深佩洛西访台可能性。个性是不管了，冲了，他在北京也可以拉出标语来啊。但是就美国的利益来讲，这个时候不一定是最好的时候。 也毋过，其实美国内部对于佩洛西访台意见真济，反而引起台海危机。前美国总统川普就批评佩洛西，只会予代志变得更加害。今麦佩洛西敢要来，拢会对美中台关系产生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较昨天下降7.4%，那较上周六下降了4.8%。 新冠肺炎疫情30新增加21273例本土确诊，这甲29个顶礼拜来比较拢有较例。另外，第中重症个案内底新增加一例儿童的重症，小米14个个案。9岁男童未曾接种新冠疫苗，那5月16号曾确诊，7月4号开始陆续出现发烧、腹泻，7月16号到急诊。 检查有结膜炎、颈部淋巴结肿，诊断密西。那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中。
以儿童的确诊来看，到7月30为止，总计有137例儿童的重症，其中有71例拢是免实施。比较有可能的原因，当然有些人是说没有打疫苗的问题，年龄层呢，他有一些易感基因在，或者是说一些遗传因素在，造成在5岁以下小孩子呢，在台湾，好像类似的个案会比学龄前的儿童多这样子哦。疫情有较例外，不少民众关心什么时阵来解除挂齿暗暝禁令。行政院首席防疫顾问张上淳认为，BA.5初步进入社区，因为老大人注射这个疫苗情况无啥理想，暂时无建议无挂齿暗。另外，讲到高主疫情时，伊认为疫苗度比量应该有够来应付第期的状况。并不是所有感染的人都要用药，对，那只有比较严重的人才说需要用药。目前的流行的模式，大部分都不是真正严重的感染，所以他用药机会其实不是那么大。可是我们当然还是要有所准备。另外，立法院长姚锡坤伫进前率团访问澳洲，结果返来台湾了后，伫机场采检 PCR 阳性确诊，已经带伫加强型集中检疫所来隔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5岁查甫囡仔，小到39度送病院急诊，快筛阳性确诊，食药啊3天了后镜头有改善，不过伊的目睭皮煞肿起来，生皮蛇。医师表示，因为这个查甫囡仔进前就捌着过皮蛇，应该是因为确诊免疫力下降，才会搁一摆来复发。查甫囡仔目睭4颗肥，出现肿起来甲疱疹，目睭皮增加，互伊真艰苦。台中这名5岁查甫囡仔因为发烧到病院就诊，确诊着新冠肺炎。伊毋过食药啊3天了后，症状已经改善，煞搁出现目睭皮肿起来，再次到病院检查，才发现伊是感染着俗称皮蛇这种病毒。疱疹打在眼睛的地方，会直接影响眼角膜，或是影响视神经，就造成视力的受损。那我们医院收到这个病人之后，就把他收到我们的重症专责病房来，有施打抗病毒药物来治疗。那经过5天的治疗后，就完全恢复。医师表示，着病造成免疫系统下降，诱发带状疱疹。查甫囡仔的皮蛇是生伫面部的3体神经节，除了神经伤痛之外，也暂时影响视力。好在经过治疗，已经无大碍。人只要感染过后，会潜伏在我们人体的神经节里面，平时不会有问题。但是当你免疫力变低，或者生活压力大，生活有改变任何状况，身体不是处于正常状况，它就可能复发。医师看病咧发现，查甫囡仔3岁时阵特别着过皮蛇。环部同款是伫目睭的4颗肥，医师提起，儿童确诊新冠肺炎了后，家长除了爱注意脑炎、心肌炎等并发症，也爱注意原本的疾病防诱发。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棒球场的争议还未收煞，国民党的新竹市长参选人林敬仁批评绿营佮安怎嘛袂当改变时间的问题。民众党的参选人高虹安嘛呼吁检方爱赶紧调查。不过，民进党的参选人沈慧虹煞讲相信选民的智慧，唔惊家己的选情互林志坚的风波牵连着。啊，那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强调讲爱用证据讲话，唔免抹黑。新竹棒球场欠点继续摊烧，虽然有绿营立委发声收停，林志坚解决40年来当地棒球场的乱象，也毋过南亚参选人林敬仁阁批评，阁较侪护航拢无法度转变时间品质无好的事实。高虹安也呼吁检调单位尽速调查。新竹棒球场花了12亿，但是根本没有相对的价值，再多的护航也无法扭转棒球场施工不佳的事实。检调单位、监察院其实都应该要赶快尽速来进行相关的调查，用所谓的过去的球场比现在还要更差。我想公共建设不应该是比赖。那边一直甲棒球场争议，实力议员也亚做发文向市府提棒球场相关资料，煞只收到2张纸，批评市府只个来应付。另外，林志坚论文门甲棒球门风暴，敢是影响绿营新竹选情。沈慧虹表示，相信选民的智慧。新竹市民高水准，然后非常理性，他们会看见谁是适合新竹的人。比如地上还有碎石子，比如墙壁太白球看不清楚，就尽快把它改好，让打球能够放心，让看球能够高兴。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有问题就改善，佮何政绩讲话，外界唔免扭曲抹黑。新竹市府也赶紧拍火，拔掉净色人工草皮，也互病关在高卡椅3大方向进行改善。记者综合报道。
那棒球场，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告论文抄袭风波。林志坚伫家己的面册公布家己交予台大审查的资料，讲愿意面对检验，嘛要争取公正机会。那台大第一届社科院院长柯介林强调讲，学界袂当互政治侮辱。地面册列出一笔一笔的论文资料连结，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决定反攻论文的风波，予证据来讲话。30地面册公布予台大学论会7笔的资料，甲18页的声明，大约是5000字的说明，强调伊家己并无抄袭，愿意来面对这个检验。对于台大论文的部分，我绝无抄袭哦，那我也会持续捍卫我的清白和人格。林志坚公开予台大审评会资料，对此台大并无回应。不过，台大第一届社科院院长柯介林伫面册公开发文来呼吁教授爱提出学术的良知，勇敢来面对处理，强调学界无允准备政治来污染。论文的风波，依然是桃园3件攻防的热点。我们不能接受民进党政府想要把正式的黑手去干预学术的尊严跟学术的伦理，所以我想这位院长讲的话，就反映了绝大多数学术界人的心声。我相信一般研究生写作，他的备份档案应该蛮多的，所以自己的资料库我相信还是找得到的。所以这部分希望迅速他能够面对社会的这个疑虑向台大这个审议委员会提出来更多的佐证。就惊论文的风波冲击到民进党北台湾的选情，共党立委郭家儒进前发表一死无命言论，引起不满。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发文，要向中评会检举郭家儒违反党纪，对党内提名人具名来攻击。依照纪律评议裁决条例，相当会使检举停权除名。不过郭家儒对此也未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看线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今仔日公布竞选考核设计图，不过伊的竞选团队进前伫面册搭一张陈时中行程走线食泡面的相片，互人质疑咧演戏。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嘛口说讲，家在无翕到葡萄酒的杯仔。那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这边是针对内湖的交通问题，讲是马英九时代无规划好势才造成的。把事做好，台北更好，台湾更好。台北市立下参选人陈时中公布竞选的主设计，由后生来设计背景音乐是太太一平演奏收听。最近陈时中行程真满，竞选团队换人曾水雄伫面册打出只泡面相片引起讨论。蒋万安先是口说，好佳在无看到红酒杯，再去佫批评陈时中向网家回失的是酷气的目屎。再有恶意的揶揄也大可不必了。竞争的对手要从市政的要点区面做一个争辩，好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才是一个在竞选的时候一个正确的态度。过去是如何欺负万华人，到了选举才说要疼惜要道歉，当指挥官的时候一句道歉也没有。现在才要说疼惜，根本是鳄鱼的眼泪。蒋万安、黄珊珊斗阵体验挂场的活动，首都三卡都竞争激烈，内湖交通基地也正做选战攻防焦点。对黄珊珊这块情调规划不好，才会造成今麦塞车。马英九回场已经离开台北市16年了，那今麦也搁咧马尾啦。重点在于说，当时的开放的确是没有做好配套，不是那个市长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体的配套没有做好。黄珊珊也进一步表示，迄时阵内湖是轻工业区，开放上班了后，整体结构增加，暗过都市计划素无变更，道路面积甲停车空间无重新规划，才塞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联合国安理会30讨论乌克兰的危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指控美国无两套标准，伫乌克兰的议题拢强调主权的原则，伫台湾的问题却是一直咧挑战中国的主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美国总统拜登通会时阵，伫台湾问题顶悬要求美方爱遵守一中原则，甲中美3联合公布，佮警告挽回必就魂。继讲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景爽伫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乌克兰危机的会议上，指控美国两套标准。伫乌克兰议题顶悬一再强调主权原则，暗过伫台湾问题上是一直挑战中国主权。While some country ha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issue of Ukraine, it has incessantly challenged the sovereignty of China over Taiwan, and even deliberately created tens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This is a disregard and infringement of the principles and purposes of the UN Charter. China has always respected the sovereignty of other countries and certainly hopes that its own sovereignty be respected by other countries. China is resolute and firm as rock in its will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为首的代表团会后，并无马上对景爽的发言作出回应。不过，迄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美日经济政策协商会议首次部长级会议的会后记者会，被问到相关的问题时阵，强调美方政策不变，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或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做法。日本外相林芳正是表示，对台湾基本立场无变，台海和平繁荣的重要犹原无变。美日两国领袖渴望和平解决台海问题。佮指出，甲中国维持高阶坦诚的对话，甚至合作也是真重要。因为亲像伫气候变迁甲处理北韩问题方面，中国所扮演的是重要的角色。国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有一间监狱关真侪压缩钢铁厂的士兵，不过29即天受到轰炸，有53名乌克兰战士死亡，75人重伤。罗西亚甲乌克兰互相指控是对方做的，乌克兰是呼吁联合国应该爱调查真相。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乌连尼夫卡的这座监狱，关真侪马利波钢铁厂保卫战的阿索营战士，离到遭到精密的炮火监狱内部，小家拢吵袂大，真侪人根本就袂赴走，娃娃风烧死伫铁床顶。掌控这个地区的前俄罗斯势力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人权检察官指控这是乌克兰所做的，用意是为要毁掉因所犯的战争罪行。50 человек погибло, 71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ранены, и все остальные получили легкие ранения, контузии и так далее, потому что здесь содержалось порядком более 150 человек. Комбинированные травм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 поражением, ранением брюшной полости, с повреждением внутренних органов, кишечника разной локализации, селезенки, забрюшинн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очек.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讲，这件攻击是乌克兰使用美国製的海马斯火箭系統所造成的，也展示現場收集到的火箭殘骸。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反抗這是俄軍所做的，講俄國想要借此陷害、暗含以苦毒犯人行為。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呼籲聯合國甲紅十字會應該進行調查，以釐清真相。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前總統李登輝過身滿2冬，伊在生有留真濟歷史資產，包括做總統的講話稿、單位記錄、言論集等等，超過2000項。李登輝基金會甲伊的查某囝李安妮決定要全部捐予國史館。咱嘛做伙來看這珍貴的資料。前總統李登輝過身2週年，國史館推出新冊，探討李登輝甲台灣的民主化發展。李前總統的查某囝李安妮也出席，並且見證李登輝文物史料捐贈儀式。我們這一次呢，所得到捐贈的文物史料範圍啊，其實很廣。這些對於研究李登輝的一生，其實對學者來講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料。他所經歷過的，他所擁有的東西，我覺得我們家屬，我們不應該私自擁有。珍貴的史料來公布，寫正是李登輝佇國王會談進前，向當時擔任海基會董事長的高政府所頒布的相關講稿，也包含總統大使的日記稿、單位紀要等等，超過2000項的文物史料，全部捐予國史館。不過，傳出國民黨最近有意來重新評價李登輝的講稿，也引發黨內陸線之爭。黨主席朱立倫雖然否認，李安妮認為講歷史存在是袂抹滅。
历史这种东西，它发生过就是发生过，哦，我们怎么篡改，我们怎么去抹灭，它就是存在着。有人也许认为就是有很多其他的考量，那我觉得我不予置评了。希望经由公共才华，甲李登辉留下的资产发挥上大价值。另外，访问台湾的日本众议员石破茂30日率团到五指山来悼念李登辉。石破茂强调，李登辉甲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真诚的友情，代表台日友好会继承信念，强化台日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桃园2年1届的富冈铁路也是在起过，和合作小王子的国宝级老火车 CK124火魂车，嘛专工为中立驶到富冈，下不少民众烧钱来看老火车的风采。为画面会当看到国宝级的火魂车到站进前，月台已经客满民众，带一个火野烧钱来翕相做纪念。代替表示 ，CK124是民国31年日本制造的火魂车。真无简单保存落来，今仔下晡1点为中立出发，经过埔心、杨梅，落尾到富冈。一摆火魂车头后壁有架4节技工车的车厢，互民众坐。一开放报名，领也就随抢了了。天气无你知，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4度，外岛地区26度到34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因为北北水灾，南行公路封13档，今年5月才通车。这条公路是当地部落运送农产品真重要的对外道路。接落来7点半，青春咱的梦，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这居民安怎度过这段时间。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